上次拍片同大家介紹咗個乳糖奶滑酸，好多人都 inbox 問我究竟係乜嘢嚟嘅，咁我而家就同大家介紹下。去片，同事首先會用奶滑酸潔面泡沫幫我清潔皮膚，同時測試一下皮膚會唔會有過敏反應，跟住就會塗上乳糖奶滑酸，敷大約2至3分鐘，期間會有少少吉吉慶慶嘅感覺係正常嘅。接落嚟，美容師會先抹走面上邊嘅奶滑酸，然後再用水逐個部位沖水。呢個步驟好重要，亦相當下功夫。沖水除咗可以確保所有乳糖奶滑酸都可以被沖洗乾淨之外，呢種奶滑酸嘅成分遇水會更加活躍，所以我哋沖水呢個步驟都會做得好仔細，而且時間會比較耐，希望每一寸肌膚都會被沖洗得到。咁成個療程個過程咧就係咁簡單噶啦。例如啱啱做完之後，你會見到咧額頭啊、鼻梁、顴骨呢啲位咧，好似真係打咗燈咧，好似好光澤咁嘅感覺嘅。呢個療程就係有呢一個嘅效果啦。咁所以乳糖奶滑酸呢一個療程咧，真係好啱春天呢啲天氣做嘅，因為咧佢做完之後咧，皮膚好似煥然一新，好似有一個好清新、好 fresh 嘅感覺㗎。咁如果你都想喺呢個春天擁有呢個咁 fresh 嘅皮膚咧，記得留言要做，咁我哋就即刻會減100蚊俾你嘅。咁等你哋留言啦，拜拜。